预测。好啊，一定来。约家一定走嘞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玉吃得饱登登，俄罗斯把下锅上网，无语就张马杨梅的。叮叮当罗嘞，看白小那罗嘞，学温州话那罗嘞，好在。噔噔多罗嘞，吃把下那罗嘞，无语就那罗嘞，好做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9课情景对话饮食店。把下过年5个月就得教苦，人将待物养人地。温州有哪些小吃？鱼酒要让你先吃，多着呢。都许多。讲些最有特色的给我听听。过来只有得四个杭州同志，长人松糕，矮人馄饨，济南松糕，安南王糖，味道很好。美得还稀罕。白蛇烧饼，掌桥头灯盏糕。把这些本鸡腿肉当炸个。我以前吃过温州鱼丸和汤圆。我那时吃过鱼酒鹅鱼和拖鱼。是的，鱼丸和汤圆的味道不错。是希望鹅鱼和拖鱼美得还香。我们到小吃店里吃。我你找写字店里吃。大南门有夜市。东对门要一日。你们预定座位了吗？你的屋子登了吧没有？那请跟我来。一块走走。坐这张靠窗的双人桌好吗？说一节课脚给学生脚约家哦。这个小吃店环境不错。这个写字的瓦匠不没戏。这个店主要经营温州小吃的。这个写的只有是卖鱼酒写吃的。温州小吃相当有特色。鱼酒写吃要得些西要得些。来一碗炒粉干。说饭馆叫一些。马上就来。我一摸对了的。有汤吗？汤要不？虾皮紫菜汤2元1碗。吃货紫菜汤2个发的鱼。买1斤饺子，打包带回家。买点酱，点包大概。好的，小心烫手。楼上收费托呀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玉吃得饱登登，俄罗斯把下锅上网，无语就张马杨梅的。叮叮当罗嘞，看白小那罗嘞，学温州话那罗嘞，好在。噔噔多罗嘞，吃把下那罗嘞，无语就那罗嘞，好做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10课情景对话交通。把小过年5个月就得在口，人将待物过通。请问到五马街怎么走？请问文物家指哪能走啊？坐1路公交车到大南门站下车。坐1路公交车在东南门站落车。坐出租车也行，起步价10元。坐出租车哎呦呀，18个在街。那里是步行街。不打是不爱家。连自行车也不能进。其他家说啊不打。残疾车是特许。啥人说是得虚。师傅，送我到酒店可以吗？那是送到酒店约家啊。好的，先把行李放后备箱里吧。约家系带里靠背系了。坐前排要系安全带。坐尾巴加自愈雨的。请开慢点儿。看看马里啊。到了，我就在这里下车。对吧？还有就给你落车。开门请小心。开门楼上来。请问环城路往哪儿走？请问把人路指哪走？右拐弯就到了。没有句话有得着了。我每天都坐这班车上班。每年我坐几百车一把。
15分一班，5分钟一班。末班车晚上12点，末班车也许5点，早班车上午5点。早班车天光5点。公共汽车好，公交厕所好，价钱便宜，价钿便宜。公交车不找零的。公交车附上零散的，我先准备好零钱。我的零散钞票准备好起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下雨吃得饱登登，俄罗斯把峡谷上网，我与九五张马好，杨梅的。叮叮当罗嘞，看白小那罗嘞，学温州话那罗嘞，好在。等等到罗嘞，吃白虾那罗嘞，我与九五那罗嘞，好走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11课情景对话健身。白虾过年我国与九五第11课，人将带我骑上。你天天到公园锻炼身体，你奶奶在公园里锻炼身体，活动活动四肢，活动活动手脚。散步对保健心脏有好处，散步对保健上弱有好处，可以防止心血管疾病，可以遏制心血管疾病。前年我经常头晕，一年我是西登头晕，也许是高血压吧。大概是个血压哦。打打太极拳现在好多了，打打太极拳能够很多喜吃。参加运动贵在坚持，参加运动注在坚持。孩子才5岁，个头长那么大，根本没或者5岁，该都是能够吧？遗传吧，他父母身材都很高。要教育呢，给哪保健细节？青年人参加健美活动不错，好像做个医美活动还稀罕，体型会好看起来。太阳会好吃吃。你猜几号会获得健美冠军？你这才是第2届美冠军会出来。论相貌身材，9号最有可能。吃西毛生材是脚儿最要排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白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下雨吃得饱登登，俄罗斯把峡谷上网，我与九五张马好，杨梅的。叮叮当罗嘞，看白小那罗嘞，学温州话那罗嘞，好在。等等到罗嘞，吃白虾那罗嘞，我与九五那罗嘞，好走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12课情景对话酒店。白虾过年我国与九五的人口人将带我酒店。你吃饭了吗？你晚上饱没有？来4个菜，1瓶啤酒。就4个派，1瓶啤酒。好呀，今天的青菜很新鲜。有呀，给你生菜上去洗上去。我们再点几个菜。我来再点几个派。店里的酱盘菜很好吃。店里个不切些还是喜欢吃。中午的菜是茭白和菠菜。奶酒派是锅胸和白浪菜。你想吃的地瓜今天没有。你去吃发肉给你捞。行，我们点有温州特色的菜。有呀，我你点要鱼酒的3派。这些都是绿色食品。这里我是绿色食品。多吃植物对身体有好处。多吃这外，对身体要好吃。味道怎么样？适合你们的口味吧？没得适当的哦，你的口味啊？可以可以，下次再来吃。落日，我呢再来吃。你们还要什么菜吗？你来万一啊，你们什么？吃饱了，小姐算账。吃饱吧，现在随机。一共是51元6角。这同时我也该路过。能打个折吗？
还得个鸡哇？行啊，零头就不算吧。有呀，冷色衣服睡吧。小姐，这些菜打包。先生，给你派点包，是胖头鱼打包吗？是波动的点包吧？不是猪蹄和鸡。不是破的和纸。请不要忘记随身物品。还忙着日常大的美食。服务态度不错，下次再来。服务态度不满意，务必再来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摆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玉吃的饱当当，俄罗斯把下锅上网，我与酒张马杨梅的。叮叮当罗嘞，看白小那罗嘞，学温州话那罗嘞，好在。等等多罗嘞，吃把下那罗嘞，我与酒那罗嘞，好走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13课情景对话购物。把下过年我与酒都在沙库，人将带我购买。我想到超市里买东西。我去上超市里买美食。地摊里的货物价钱便宜。汤里的美食估的比。专卖店里商品质量有保证。专卖店的美食在里有保证。电器产品都有保修的。第四产品我要保修的。售货员，衣服可以试穿吗？用你衣还加一加西吧？外衣可以试一下。外边衣加一加西下。这条裤子打折吗？你的裤得几发？我们店里全场8折。我的店里预计不减。我买一块进口手表。我买一只正口手表。款式很新颖。一直没上色。到哪里付款？这叫多少费钞票？这是信用卡。该是信用卡。付现金可以的。付一张啊药价。请包装一下。等波物质。哪层楼卖吃的东西？买吃的去鸟上楼。食品的保质期是几天？吃的美食不在此给你。如果是质量问题，商店包换。故事家是在里房的店里播吧。帮我看一下连衣裙合身吗？帮吃一次，李玉用有啥个法？腰身大了点儿。衣裳斗领。颜色不错。俺谁还吃？穿起来显得年轻了。家吃啊，好谁吃？好吧，那我买了。有呀，我买了多少？这个店里东西多。这个店里美食多。那就多买些吧。还有都买了。给儿子买个什么生日礼物好？喊买给你3年礼物哈。MP4不错，很新潮。MP4买好，揭露更来。能打个折吗？有点减法。这是新进的货，不打折。该是上政府付点几。那就买2个吧。还有买2个呢。买多可以优惠。买多可以有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摆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阿玉吃的饱当当，俄罗斯把下锅上网，我与酒张马杨梅的。叮叮当罗嘞，看白小那罗嘞，学温州话那罗嘞，好在。等等多罗嘞，吃把下那罗嘞，我与酒那罗嘞，好走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14课情景对话出差。把下过年我国与酒都在4课，人将带我去查。飞机几点起飞？飞机几点就开？5点，现在应该出发去机场了。？5点就，人家应该找自己了吧？我现在去售票处买票。人家找邮票处买票。买软卧的好了。买软的有药价。
师傅，你要去哪里呢？那是你在哪多啊？麻烦你去火车站。那你找副处长。民航售票处在哪里？门外900次三鸟多。往南走，拐个弯就是。我南面走，距吧也是的吧。往山海关走的飞机起飞了吗？我上一个找个飞机飞罢没有？上海来的飞机刚刚降落。以前那个飞机上希腊落。我们坐2路车去码头。我来坐2路车到码头。火车软卧票价贵。火车女人的票贵。长途坐硬座吃力。前头如眼热吃力。把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吧。这里快来里过来吧。大的东西托运。大的么子托运。小件随身带。小件日常带。用餐是哪一节车厢？吃饭是哪个出席啊？车上有开水供应吗？车里要开始吧？请你自己去倒。是你日照的。下一站他们下车。为啥给你落车？我到终点站下车。我到终点站落车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摆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下雨吃得饱登登，俄罗斯把下过上网，我与酒张马杨梅的。叮叮当落嘞，看摆小那落嘞，学温州话那落嘞，好在。等等多落嘞，吃把下那落嘞，我与酒那落嘞，好走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15课情景对话租房。把下个你我国与酒第2课人将带我追我。我想买套房子。我先买太多。买多少平方米的？买给你不货买的。3室1厅的120平方米。31厅的120平方米。想买城里还是海边？先买人堆把海边。想买沿街闹市，生意好做些。先买多个豆米的，生意还做嘞。我目前只能租房子住。我能够只能够追我多子。这个房子能不能办按揭？看看我多还不还把预计？产权还没领，不能办。差距吧，闹人，能够分吧？这个出租房怎么样？该去追我知道能啊？2室1厅，卫生间挺大的。2室1厅，50个蛮多的。卫生间在哪里呀？50个是多多啊？在楼梯旁边。在楼梯边上。你老房子在哪里呀？你楼道是多啊？就在前面的大厦里。有些对面的道路里。这个池塘能游泳吗？这多还用吗？里面都是泥土，很脏，不能游。对面我是老人，这洗不用。你把天井里的污水扫一下。你的太太了，这是试试。等一下。等些。房子什么时候能装修好？我多给那个来装修还？还有1个星期。外加1个礼拜。装修好不要马上搬进去住。装修好还摸一摸不得治。通风一段时间后住人。他到仔细才知道。晚饭吃得饱登登，看看电视摆小讲新闻，学学温州话，真蛮好，有味道。下雨吃得饱登登，俄罗斯把下过上网，我与酒张马杨梅的。叮叮当落嘞，看摆小那落嘞，学温州话那落嘞，好在。等等多落嘞，吃把下那落嘞，我与酒那落嘞，好走。白小教你学说温州话第16课情景对话介绍。把下过年我国与酒第3路课
人将待我家业。请问您贵姓？请问你是哪里啊？免贵姓王。太客气，我姓岳，大名是什么？大门啥牛？我叫王东方。我叫岳东华。听口音你是湖南人？听口音你是湖南人？是呀，我们是老乡。是是吧？我你是脚盖的河南。你朋友学什么专业的？你朋友问你究竟啊？和我大学同班的。矿大我脚巴的。我刚刚参加工作，请多关照。我上去过工作，请不忙。都是出来闯世界的，相互帮助。我是找去做体育的，无需帮忙。我姓张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姓纪，该是我的名片。